是咱讲到，互圣经故事成做咱的故事，咱请庄牧师。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伫你的圣殿聚集，阮要听你的话，亲自出我的囡仔倒来到伫父母的身边。阮以爱对阮的父母来得到人生的智慧。主，阮是你的囝儿，阮倒来到父母的厝，阮来听老爸的话，阮期待对父母来得到阮生命的祝福。主，阮伫你面前恳求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对阮讲话。愿将阮的心往你拍开，祈祷我个耶稣的性命。阿门。然后我要接续顶礼拜，我讲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的故事。这个妇人人因为听见耶稣甲伊所讲的话，伊忽然醒起来，因为以前生活伫一个目睭看虚假、懵懵懂懂的人生。但是当耶稣甲伊谈道，伊讲。当你啉我所想述的水了后，你就用袂喙焦。搁较要紧，耶稣互伊知影，伊当时的生活是无下伫上帝所欢喜，所以也因为耶稣甲伊讲话，伊忽然醒起来，伊到处甲人讲伊的生命会改变。你会记迄个故事吗？伊讲，这个人将我过去的代志，甲我点醒，因为伊对我讲话了后。我忽然知影讲，我原来是生活伫一个黑暗的中间。我毋知影我家己的生活是何等的见效。我要接续圣经内底真多的故事，但是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你来用祈祷的心来听圣经的故事。咱对少年、对初信到今仔日，咱听过偌济篇的圣经内底故事，咱敢要对心中？讲阿门，就亲像咱的教会常常去观摩，去看真侪无共款的事工，甲上帝奇妙的作为。伫咧感动的中间，咱敢捌讲阿门。主啊，伊有的我嘛要有。今日这两段故事拢讲到上帝以爱为着世间人做祝福的工课。伫旧约的龙记这段是咧讲起上帝通过以利亚问以利沙讲。你爱我为你做什么？耶生以利沙就对心中讨一项上宝贝的祝福。以利亚的一生中间有真多的祝福，有真多上帝给伊的大权能。但是以利沙知影一项，就是所有以利亚的人生，拢是因为圣神的同在。所以以利沙就出声甲伊讲：我爱。感动你的圣神加倍来感动我。这句话意思是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传统啦，大囝分财产是分双份。所以以利沙的意思就是讲，上帝若祝福我的老师以利亚，我愿意成做伊的亲像大囝，我要继承伊所得到上帝对天父伊的权能。所以讲，圣神感动你的，我嘛要有，搁再要加倍感动我。意思就是我要对你到一生的路尾，我要对你的上帝来承受上帝给你的祝福，亲像伫我的身上，后来到行行顺顺。兄弟姊妹，你甘愿意圣经内底所有的故事，迄个应允，迄个祝福，因为你对心中的渴慕。讲阿门的时，这个祝福就临到伫咱。所以今日我要邀请咱的祈祷，就是互圣经的故事成做我的故事。我本来想要写讲，让圣经的故事成为你的故事，安尼好清楚，咱能够分两边。所以我就讲，让圣经的故事成为我们大家。但是救恩是个人的，袂因为你的丈夫有信心，你就得到救恩。嘛袂因为你的婚姻人有信仰，你就自然而然就信仰。嘛袂因为你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恁就顺其自然，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基督徒。信仰是非常的个体单独，
所以愿恁伫今仔日下礼拜中间，你甲上帝祷告，主啊，既然所有圣经内底所有信息、应允、祝福、假使、律例典章，我拢愿主你的话成就伫我的一生的中间。就亲像耶稣拄着即个青梅，即个青梅去食，即个青梅去食，虽然目睭青梅，但是伊深深知影讲，有一个人叫做耶稣。最近伫犹太人的这个所在，行神迹奇事是上帝的大权力的使者，所以当伊听到讲耶稣对伊身边过去的时，伊就大声直直叫，直直叫。边的人讲：你这人无体统，你这人无身份，所以边的人都无爱伊，伫遐吵，禁止伊。但是伊知影救恩袂使因为咱点点，所以伊佫话佫较大声。所以耶稣听见了后，甲伊讲：互伊来我的身边。耶稣问伊讲：你爱我为你做甚么？一个乞食甲耶稣讲：rabbi，意思是讲老师，我仰望我会当看见。兄弟姊妹，今仔日耶稣嘛问你讲：爱我为你做甚么？耶稣翻手，圣经无论马太、马可、路加，拢有记着这个故事。其中马太讲，耶稣心就怜悯伊，耶稣心就怜悯，可怜上帝的囝，所以伫怜悯的时，耶稣甲伊翻手，伊目睭就直直看见。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上帝讲：主啊，我颂香，我需要你的呼召。我青梅，我需要看见你的阳光甲尊贵。我见笑，我毋知影上帝你的道路，求主你互我，因为你的话，我知影，你甲我做一条生命的道路，你将生命的道路来指示我。愿咱继续顶礼拜这个故事，也愿天父上帝将新的画面放伫恁的人生。对今仔日开始，恁正做一个有生命见证的基督徒，亲像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今仔日圣经讲，这个妇人人用伊的生命做见证。牧师要鼓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恁的人生是上帝继续来写的福音书，请你注意听。上帝所写的圣经，无因为2000年前就停止。过去有旧约，今仔日有新约，但是伫咱的中间，上帝继续伫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将伊的阳光尊贵写伫恁的心上。要有啥物人读？互恁的囝儿，互恁的查某囝，互恁的孙仔，互恁的查某孙仔，互恁代代家族，互恁身边的人。上帝要将伊的福音，今仔日嘛写伫咱的心上。原咱亲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伊的故事后来成做圣经的故事，因为伊是撒玛利亚妇人人，因为伊的祖先捌因为信仰无顺正。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族是犹太人中间一个互人看轻的族，一个支派。因为当犹太人受了到巴比伦的时，撒玛利亚的人伊留伫原地透难，甲其他的种族、文化、宗教有相透。犹太人伊一生绝对无嫁娶非犹太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伫犹太人的文化中间，因特别看袂起这阵叫做撒玛利亚的人。旧约的故事，今仔日诚做撒玛利亚妇人人的故事；圣经的故事，今仔日要诚做咱得顿教会的故事。兄弟姊妹，愿上帝开你的目睭，对今仔日开始，每一个你读到圣经的故事，你拢该改变着你的故事。我袂记偌济年前，总算明记，咱有一群人去韩国看伊甸之家，对无？伊甸郑院长因的故事伫韩国是强滚，大家拢知影，真感动人。
但是迄个故事若无带倒伫咱的人生中间，即个故事无就袂成做今仔日个爱家伯的故事。兄弟姊妹，甲上帝开嘴，你甲上帝讲阿门。自己若你应允伫圣经信息的话，拢要成就成做我生命的故事。愿圣神帮助恁开恁的目睭，互恁看会了解。有来个人为基督徒，一世人读圣经，但是伫基督的画面确实真孤单。无真正有基督徒，无真正有耶稣基督，迄种的画面的价值观念，迄种的精神，迄种的态度，原咱毋是安尼。咱若听一句就捌一句，咱若学一项就捌一项。愿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看见圣经内底上帝奇妙的作为，然后咱嘛知影讲，上帝今仔日要改变我。撒玛利亚妇人人的这段福音的故事，最重要就是咧讲起生命的改变。耶稣看这个改变比新约基础更加重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嘛看到伊生命的改变，这伫圣经讲，这叫做顶头生的故事。所以有人问耶稣讲，我的爸母已经老啊，我敢会当去倒去阮妈妈的腹肚，伊的子宫，佮重新生出来一摆吗？用人的角度来看，生命是对爸母来，但是耶稣所讲的顶头生，是对基督的保护以及上帝的话来顶头生。有耳孔的人就听。圣神要将上帝的话讲互咱听，愿咱伫主的面前听今仔日的故事。列王记下卷第2章，恁若倒去今仔礼拜了后，恁阁对第1节读到18节。牧师为着要互咱会当加强注意力，所以只有讲第9节、第1节、第2节、第9节。第1节、第2节是咧讲起故事的开始，就是以利亚伫伊一生的最后。这个上帝的罗卜先知以利亚知影伊的时间已经到。伫圣经中间有讲到2个人无死亡的，一个叫做以诺，一个叫做以利亚。这个以利亚最后离开世间是上帝差遣伊的战车天使对天顶用火车来伫地上接以利亚，阳光就天。这伫犹太人因为列祖的故事中间是极其宝贝。以利亚知伊的人生最后要结束，但以利亚伊嘛有真侪一生中间有真侪起起落落的信仰。恁会记得伊甲巴力的这个祭司相争，伫遐咧赌讲什么人的上帝较强，爱赢了意气焕发。但是风后恐吓伊讲：你糟蹋我要摕你的命。伊就随时无信心。圣经讲，我上帝为着我家己留7000个未捌跪拜巴力的人。这个故事是咧讲起以利亚，以利沙一生对伫以利亚的身边，目睭紧紧咧看伊的老师安怎咧服侍上帝，所以对心中有一个敬虔甲羡慕。伊甲以利亚讲。我嘛要亲像你，就亲像恁看到恁的爸爸妈妈伫教会内底认真追求这个信仰，恁嘛会对心中讲：我要亲像我的妈妈，我要亲像我的爸爸。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恁的家庭，会当出一个以利沙。以利沙伫这个所在，伊对以利亚讲：你当遮等就好，因为上帝爱我去。逼得你，但圣经讲以利沙呢，伊本愿意离开，伊好清就知影，这个最后的机会时间袂使损失，所以万一我若伫遮等，我的老师以利亚受天使上帝接纳上天了后，我就无机会得到伊临终的祝福。
犹太人真注重就是士大人，特别爸爸伫临终的时候啊，换手祝福的祈祷。愿天父上帝，互咱会通成做一个深深军队上帝圣神的人。伊伫上帝面前安尼下愿讲：我决断无要离开你。所以以利沙，伊甲以利亚讨一项，伊讲：愿感动你的圣神加倍来感动我。兄弟姊妹，咱做伙伫上帝面前安尼祈祷讲：亲爱的圣神，请你充满我。若无你的充满，我的愚公读圣经有时读袂了解。若毋是你的圣神的充满，我真容易惊吓，真容易软弱，我真容易烦恼。亲爱的圣神，请你充满我，亲像你充满以利亚，亲像你充满以利沙。最近呢，阮读这段圣经的故事，你的圣神嘛充满我，对古早的圣道到今仔日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愿咱有阿们的人生。每一摆咱读圣经的故事，每一摆咱去看到上帝祝福的人，兄弟姊妹，咱爱甲上帝讨讲，伊有的我嘛要有。兄弟姊妹，我坦白甲咱分享，这32年来，伫我也未来到德登教会进前，阮新学院的第一摆教会观摩去韩国看教会时，上帝予我一个开始甲起头。我看到一个教会叫做和平教会，迄个牧师姓李的牧师，伊怎样咧起做上帝教会？伫迄个中间，我嘛甲上帝讨讲，上帝伊有的，我嘛要有。对迄个时阵开始，每一个人感动我的故事，每一个感动我的教会，每一个感动我，互我对心中尊敬甲羡慕的信仰的前辈。我若读到伊的故事，我拢讲阿们。上帝伊有的，我嘛要有。所以兄弟姊妹，我将这种的习惯，将这种的态度，嘛分享给咱。愿咱真侪有福气的以利沙，咱对主调调。伊讲我决断无要离开你，因为万一我若无细字拄久的时，迄个机会临到的时，我就无机会。通看到荣耀的上帝，接纳我的老爸，接纳我的老师，我就无机会通领受伊所予我的祝福。所以这个故事讲，当火车将以利亚载上天的时，以利亚脱伊的衫就弹落来，以利沙将伊的衫脱掉，领受伊的老师，代表一种的传承。代表一种圣神的交接，上帝的恩惠代代无尽。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讨讲：主啊，互我毋是干那听圣经的话，主互我毋是干那读圣经的故事，因为故事若无成做我的生命，这个故事甲我就无关系，对不对？就亲像，总算咱去看伊甸，迄若是一个故事，伊永远是一个故事。但是咱将这个故事变作祈祷，咱将这个故事变作生活。所以圣经中间所讲，迄个上好的福分，袂通减唯一的。就算在你人生中间有99，你所有的拢已经得到啊。但是若无个最后有上帝伫你的人生，无论你的人生有偌济灵，若无上帝伫你的头前。迄个灵拢是灵，但是咱的人生若有10粒灵，佮加一个上帝的质伫头前，也是讲3个灵头前佮有一个质，6个灵头前佮有一个质，若无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的头前，咱的人生就真是代表讲，人的一生是70，永壮通到80，其中所挂靠的是啥物？劳苦忧愁，伊的意思就是，若无上帝，我一生只有家己拿定；但是若有上帝，
有满足的欢喜，有永远的快乐。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互圣经的故事成做咱的故事。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路加福音，其实马太、马可拢有讲到这段圣经的故事。我只有用路加的这个故事，伊伫遮一个祈祷咧讲起一个车迷人，但是伫马可福音讲两个乞食，一个也好，两个也好，三个也好，有可能伫大都市的圣殿会幕的头前，常常有街头游民有去遮伫遐。所以一个、三个、两个拢毋是啥物奇怪，但是其中这个故事为什么互人印象深刻？马太也听见，马可也听见，路加也听见，因为一个绝望的人，伊伫遐大声求讨仰望，伊讲：耶稣啊，可怜我！耶稣啊，可怜我！兄弟姊妹，咱过去拢安怎祈祷？今仔日我真爱西昌接受伊的祈祷。主啊，求你怜悯阮这礼拜所犯的罪。兄弟姊妹，你敢有常常伫祈祷的中间，为着你的过犯过失求主怜悯？我相信10个9个咱的祈祷拢咧甲耶稣交代讲：耶稣啊，这就是我的购买清单。我爱这，我爱这，我爱这，我需要这，我需要这。但是咱敢捌为着咱家己生命的失败、过失、寒慢、迷路、黑暗，伫主的面前求上帝讲：主啊，怜悯我！我生活伫黑暗中，是因为我的生命内底无光。我生活伫邪恶的内底，是因为我的生命内底无良善。主，我深深知影你起头所创造的画面毋是安尼，因为邪恶是欠过良善，黑暗是欠过光明。主啊，求你怜悯我。咱求主怜悯是拄啊好拿定，咱伫上帝的面前无啥物通夸口。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愈是无仰望，愈是大声祈祷。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耶稣就问伊讲：你爱我为你做什么？兄弟，今仔阴暗你为着人生中间做一个上要紧的祈祷，将你感觉上重要甲耶稣讲，因为耶稣通过咱共同的敬拜伫今仔日，伊嘛互咱每一个人有祈祷的机会。伊讲：求就互你，找就拄着，拍门就甲咱开，敢是？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啊，我爱亲像你，我爱有你的思想做我的思想，我爱有你的意念做我的意念，我爱有你的权柄甲你的能力做我的能力。主，我爱有你的使命，就是你的国度。天国光明和谐，做我一生的骄傲。主，求你听我祈祷。耶稣就甲伊讲：你的信救了你。愿咱因信称义，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得到上帝的怜悯，得到耶稣的帮助。愿咱一生有一个明亮的目睭，愿咱的一生有一个真清楚的目睭，咱看到咱头前20年后、30年后，上帝最后伫咱人生的尽头，甲咱准备迄个阳光的祝福。就生命的白衫，就是启示了讲的生命的冠冕，阁有就是上帝以稳定的门为咱来开。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耶稣今仔日问咱讲：你爱我为你做什么？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既然我所看到圣经每一个故事，迄个故事要成做我的生命。主耶稣，既然圣经内底所讲的每一个故事，迄个故事要成做我的故事。
喊哪甲上帝讨，我要爱有一个囡仔，后来就撒母耳。咱的人生有真多咱做不来的事。兄弟姊妹，你相信圣经故事要发生在你的人生吗？阿们。我咱勇敢甲主讨，我咱伫主的面前安静、信任、仰望。主啊，你的确要成就你的恩典伫我的家族的内底。主求你甲我三角地底。互圣经的故事加做咱的故事，第二个意思就是，互上帝的话加做你的生活，所以叫做圣经生活化，生活圣经化。圣经安怎讲，我就安怎生活；圣经的律例安怎教示，我就安怎做。这里我明明甲你讲，圣经安怎讲吗？有时讲来你会歹势，我会歹势。我有时为着尊重咱，所有一寡生活习惯，牧师较少伫讲台顶悬直接，就甲咱讲。你若讲听无，你私底下来问我，我私底下甲你讲。有真侪基督徒一生中间并无一定照圣经的要求，特别是有关责任这个部分。真侪基督徒要爱幸福，但是不爱责任。兄弟姊妹，你想你的囡仔若敢若爱幸福，无爱责任，你互伊搁较济，伊永远就袂成做一个有能力创造幸福的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上帝圣经的话。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伊叫做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伫新约的圣经叫做好消息，意思就是上帝的话伫我的生活中间加做一个好的消息。圣经咧讲上帝的话有两个字，一个叫做道，正肉体道，迄个原文叫做 logos， 佮另外一个字，伊甲伊翻译做上帝的话，毋是翻做道，迄个话叫做 rhema。伫解说圣经的最圣经学者伊讲，上帝过去所讲的话叫做 logos， 上帝通过圣神伫人的心中的感动，迄个叫做 rhema。rhema 意思就是上帝继续要讲的话。虽然手中有圣经，咱的生命就是上帝将来继续要写的圣经，叫做 rhema。所以咱的生活，若有合伫圣经，你的囡仔就算做还未晓读中文，还未开始读圣经，其实你的囡仔已经开始伫你的身躯顶悬读着圣经的教示。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互咱伫主的面前讲阿们。求天父上帝将一个证明，顶礼拜我甲咱分享的证明，咱求讨三项。一项就是开阔的心这样的证明，一项就是叫做悟性。你若要回忆顶礼拜的讲道，你会当伫了后，你就无去看一摆。证明叫做正确的选择。这个人作正的，这个人作正明的，意思就是讲，伊每一个选择，拢有理由，拢做好的选择。愿天父上帝伫阿们的时，将伊的生命的话写伫咱的中间。兄弟姊妹，互你的人生成做一本新的圣经，互你的生命成做另外一篇的诗篇。我真爱鼓励咱用诗篇做祈祷，对无？恁知影吗？咱的教会长期以来真鼓励咱用诗篇做祈祷，因为大笔的祈祷、足水的祈祷写伫迄个内底。伊讲人算做什么？上帝你创造天地，你放日月星辰伫天顶，人算做什么？你互伊比天使离啊较输一点啊，比天使较少一点啊。但是你将阳光尊贵享受伊做免流。我要鼓励兄弟姊妹，你的生命嘛会当成做另外一本的诗篇，伫你的囡仔的人生中间，互你的囡仔来读。所以最后，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共同来起做一间
用生命来讲道的教会。我讲足侪摆啊，恁应该有印象。牧师是用嘴讲道，每一个基督徒是用恁的生活讲道。咱的特长人看到咱，因的印象是怎样？亚力，你直接出世伫遐大汉，我相信街头巷尾你听真侪厝边，亲爱的姊妹，人安怎咧讲特长教会，即间教会甲即阵人，我甲恁鼓励，上起码隔壁戴先生讲。恁教会囡仔甲遮个社区内咧拍篮球的囡仔无共款，恁的囡仔是会来斗整理环境，社区伫遮拍篮球的遮个囡仔，因若走了后，真侪遐个珍珠奶茶的杯啊，真侪遐饮料罐，甚至有一寡玻璃罐仔嘛掉工甲讲互破。咱无比人较敖呢，你毋通误会，讲牧师拢讲咱较敖。是只不过啊，可能是三不五时，咱捌有袂歹的表现，咱有甲咱肯定。英语讲 good job， 咱个继续好无？兄弟姊妹，互即间教会，就算做伫黑暗面，伊无讲话，无做礼拜，无音乐信息伫即个所在咧播放，但是每一个咱厝边对即个所在行过的人。因感受有一种的平安，伫上帝的圣殿内，伊嘛感觉讲有得当教会遮兄弟姊妹赞，主怜悯咱，帮助咱，咱的生命本身就是上帝。继续咧写圣经，你同意吗？将你的生命提到主的面前。咱的总会过去几年的中间，甲圣经公会做伙咧推动一种叫做手抄本圣经，你捌听过无？有的教会伊鼓励兄弟姊妹做伙，你抄即张，你抄即张，然后全教会甲即个圣经的手抄本的圣经装订起来，放伫教会内底做一本纪念的圣经。但是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的教会要将咱每一个人。这个生命这张白纸，摆伫主的手中。主求你伫我的生命顶悬写你的话，兄弟姊妹，何等的宝贝！上帝要将伊的旨意、使命写伫咱的中间，亲像德蕾莎修女，伊讲以爱做小事，伊一生只有做这样代志。用疼心来做迄个上界卑微无人要做的代志，兄弟姊妹，上帝将伊的话写伫咱中间，咱同心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恭敬求主你的怜悯。这个青梅甲耶稣讨讲。伊爱看见，所以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丧凶甲欠缺，对你祈祷。主求你将你丰盛的道写伫我的心里，主你将你真理活命的话写伫我的心里。主阮伫祈祷的中间安静，恳求你怜悯阮，因为阮的信来拯救阮。因为阮的信来造就阮的家庭甲这间教会，主帮助这间教会一年一年的进步，帮助阮的家族一年一年稳上加稳。主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求你怜悯阮，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阿门。